11月5日信仰的質量，這在於他的信念的質量。我們從未對自己進行深刻而有意義的反省，我們甚至連祈求也不得當。我們總是越請讓我的願望成真，而不是願你的旨意得以奉行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27、28頁。上蒼不會賜予我物質財富，驅除我的痛苦，讓我免受災難，但他可以給我一個美好的生活，賜予我平和的心態和處理事物的能力。我的祈禱很簡單，首先表達我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激之情，即便為得到這些，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。第二，我只祈求上蒼賜予我力量和智慧，去執行他的旨意。他回答並解決了我的問題，支持我自己去處理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，因為他賦予了我曾以為的再也不會存在的寧靜。他也賦予我力量，在日常的一切事務中實行協會的原則。